我覺得好有趣係每一次邀請嘅唔同嘅藝術家，無論在生還是已經唔喺度，但係佢哋嘅作品還是因為個藝術家唔同，所以佢哋嘅創作都唔同。你發覺令到呢個世界好美好，因為你覺得每一個藝術家佢喺創作嘅期間，其實佢哋喺度揾緊屬於佢哋自己嘅真理。其一就當然就係畢加索美術館嘅 François 個策展人，佢帶佢親自去導賞，因為你會覺得 Picasso 佢活到91歲，其實佢嗰個創作嗰個生涯係概括咗由19世紀尾去到20世紀，所以你覺得哇，佢係不停變嘅，唔同嘅事物令到佢嘅創作可以 it's like just keeps evolving， 係冇停過嘅。我自己覺得呢30幾年 French May 係非常之關鍵嘅，因為每一年佢哋都會帶無論係美食啦、表演藝術啦、visual arts 啦、即係 fine arts 啦 ，the best of 法國嘅文化藝術嚟到香港。我自己每一年都期待，未係大使之前，其實我每一年都係 support， 都會買飛去睇啲項目睇展覽。啲早期法國同香港係已經有好多嘅聯繫，好多嘅關聯，好多嘅交流。咁我都好希望係咯，即係持續都係